琴日講到深圳到中山嘅高鐵即將開通嘅視頻呢，就意外火爆，亦都得到咗好多粉絲朋友嘅留言同埋評論，每一條我都有好認真睇㗎。今期呢，我就專門出一條嚟讀一讀粉絲朋友們嘅一個留言啊哈。咁問得最多、最關注嘅問題呢，都係深圳有邊個站呢？係光明呢，定係深圳北？咁今日我同你統一講講下。首先呢，喺深圳呢，一共係有2個上車點嘅喎，唔係響光明，都唔係響深圳北啊嚇，係響深圳嘅蘭山西利站嘅。呢個呢，亦都係新蘭高鐵嘅一個起始點嚟嘅喎。除咗呢個之外嘅話呢，第二個就係深圳機場嘅深圳機場東站啊。咁響東站過到嚟我哋中山北站嘅話呢，係只需要25分鐘。有朋友仔問啦，咁佢過嚟嘅票價係去到幾錢呢？會唔會比我哋依家新中同城嘅巴士要貴呢？好老實同你講下，肯定貴，因為通勤時間縮咗一半，票價你都預估佢可能會貴一半啊嚇。仲有一個朋友仔都好關注，咁目前中山北站嘅一個施工進度去到邊度啊？幾時可以完工啊？OK， 點關注？娟姐聽日帶你去現場實地考察一下。